呢度係邊度啊？去杏花村啊，安裝兩支 Amigo 木飾。大家好，歡迎收睇 TY Lighting 燈飾照明設計公司。我哋係全香港銷售同埋合法合規安裝最多飛利浦天花風扇燈嘅公司。係咪好期待？想知道今次裝咩產品呢？裝出嚟效果又好唔好呢？不如即刻去片睇下我哋今次去邊度安裝飛利浦嘅產品啦！去片呢度咧係杏花村46座安裝兩把木飾嘅 Amigo 細 size， 即刻帶各位睇下個過程做啲乜啦！我哋有啲閃下閃下，真係有電到，不過就壞咗啦。個燈掣冇發光嘅，不過裝咗嘢之後睇下冇發光，因為有撈頂之後先會着嘅。呢個就係應該要處理，好接地。OK， 呢個燈掣依家係熄㗎嚇。OK， 係啦。咁啊斷唔到電嘅，所以枕氣啊，我哋呢度枕住，咁啲電腦板咪特別易壞啦。咁當然淘寶再易壞啲添。舊燈呢一刻喺呢度冇接地㗎嚇，呢度需要處理嘅呢一粒先，去處理。好啦，呢度咧試咗㗎啦，都 OK 㗎啦。嗱，呢度講埋一個好多客人唔知用個叫我的最愛嗰個，呢度有一粒心心嘅。例如你校到係呢個光度啦，例如入下一個先啦，撳住個我的心心，咁佢咧閃一閃，咁日後咁不論你係乜嘢狀態啊，你撳呢個我的呢個就去咗嗰個記憶㗎啦。咁呢個可以改嘅，改點改咧？去到另外一個你中意嘅，又係撳實佢，咁又閃一閃就 OK 㗎啦。咁呢個咧係紅外線遙控嘅，即係呢一個遙控咧，你同呢間房咧係通用嘅，咁所以你擺喺房就冇問題。因為如果你擺喺廳咧，左右如果冇嘢擋咧，你用個遙控控制嘅時候咧，佢左右有機會互相干擾嘅。呢個啱我都試咗㗎。咁啊，呢個冇可視閃頻嘅。各位啱啱睇完我喺杏花村46座安裝兩支 Amigo 木飾細 size 嘅天花紅紋線。如果對產品有興趣，記得 WhatsApp 9205331，亦可以喺影片下邊留言向我哋客服同事查詢。中意影片記得俾個 like， 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啦，多謝晒，拜拜。啱啱各位睇完我哋公司嘅安裝工作記錄，亦親眼睇到合法合規註冊電力承辦商委任註冊持牌電工安裝，同埋出邊無牌人士外判安裝產品嘅分別。亦有好多朋友好奇，點解我哋會用影片記錄低咁多工作過程？因為我哋真係會按照機電工程署工作守則內嘅要求，免費提供 WR1A 完成工作證明文件，證明裝置符合規格。點解要咁嚴謹？因為日後萬一因為電力衍生嘅意外或者火災，呢份證明就可以證明客戶使用嘅係合規格產品同安裝，唔會影響你嘅家居保險。聽到呢度，係咪好想即刻入手飛利浦嘅天花燈同天花風扇燈，換走屋企嗰啲不知名、唔知合唔合規格嘅產品呢？如果你真係有咁嘅諗法，飛利浦嘅產品絕對係你嘅優先考慮第一位。第一，符合晒國際安全要求標準；第二，香港代理提供行貨嘅2年原廠零件保養；第三，你用咗 TY Lighting 全方位安裝服務，萬一喺保養期內產品出現咗問題，我哋會提供免費嘅註冊持牌電工不限次數嘅上門服務，為你解決問題。淨係呢3點就已經幫你解決咗買咗不知名產品所衍生出嚟嘅麻煩，包括時間及安全隱患。聽到呢度係咪好期待為屋企換翻支飛利浦天花風扇燈或者天花燈具呢？同埋想知道點樣先至可以攞到影片入邊產品嘅優惠？步驟非常簡單：第一，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第二，同呢條影片俾個 like；第三，喺下邊留言 TY 加 Philips， 咁就大功告成。影片嘅左手邊依家就已經係產品做緊嘅3種限時會員推廣優惠，包括自取、送貨或者送貨加全方位安裝及保養期內上門，有壞一換一選項。因為飛利浦嘅產品眾多，可以組合出嚟嘅優惠價都有好多種，所以唔需要擔心複雜計唔掂。各位朋友只需要喺購買之前直接喺下面留言，向我哋查詢你想要嘅產品優惠，或者 WhatsApp 我哋嘅客戶服務保養中心92053831，Eva 同我哋嘅團隊一定可以幫到你，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絕無隱藏收費。用電安全一定要揾合規公司。我哋下一條片再見。